好啊，歡迎你哋收睇 VIP Money Talk 嘅經濟一周啦。截至2月20號呢個禮拜咧，全球股市就普遍向上嘅 AI 板塊咧氣氛就改善咗噶啦，加上企業盈利就穩健，帶動市場信心就回升啦。嗱，焦點就落翻喺美國最高法院咧用6-3嘅裁定啦，否決咗特朗普啊利用呢個緊急權力去推行呢個解放日關稅嘅，即係話關稅咧就正式失效噶啦。而退款問題咧就交由下級法院去處理啦。企業啊係有機會獲得大約1700億美元嘅退款嘅，市場一度視為重大利好消息啦。不過啊，特朗普隨即就表示啦，可能會根據呢個貿易法推出10% 嘅全球基準關稅，咁即係話咧貿易政策咧不確定性咧仍然存在嚇。喺加拿大方面啦，股市就上升，科技股咧領漲嘅，1月通脹咧回落翻去2.3%，低過預期噶啦，主要係因為油價下跌啦。市場估計加拿大央行咧3月咧會維持呢個利率不變嘅。美國咧第4個嘅 GDP 增長1.4%，低過預期嘅。政府停擺啊，拖慢晒呢個經濟增長啦。同時 PCE 嘅通脹升到2.9%，物價壓力咧仍然係未完全退卻嘅。英國通脹回落，減息咧預期係升溫噶。日本第4季微升0.1%，成功避開咗呢個技術性嘅衰退啦。總結翻一句啦，環球經濟嘅增長放慢，未至於衰退嘅，政策風險仍然存在嘅，市場波動係仲有啲。部署資產咧，記住3個字嘅啫，分散啦，有現金流啦，同埋你嘅風險管理啦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啦。